週末仲喺檳城，當然要去飲個早茶啦。呢間茶樓嘅名叫做有一間茶樓。其實茶樓嘅位置附近係住宅區，主要都係做街坊生意，所以都幾地道㗎。呢度嘅點心都幾多款式㗎喎，而且一眼睇晒，可以自己出去慢慢揀。呢度嘅點心同香港呢有啲款式都有啲唔同㗎喎，不過都唔緊要嘅。咁你可以問下店員，因為有大部分都識廣東話嘅。男團有攞完點心，又到女團又出去慢慢揀啦。咁樣食真係爽啊！呢度飲茶呢，同我哋細個一樣呢，都係呢食完之後同你數碟仔計數埋單，真係童年回憶翻晒嚟啊！原來咁樣攞點心呢，真係會攞下攞下越攞越多嘅喎，最後真係食到好飽啊！如果你都想感受一下檳城街坊平時嘅生活，不妨嚟間茶樓試下。